最虔诚的听众牛早，现在是正甲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解说，就是已经讲解到正文第66页。对头先倒来就是解说到第9节，就是解说到动动心无着。即马就是要刷来解说下面，就是对第10节开始。第10节开始就是思说其意，端坐至三经。佛为文人曰：五行义，黯然千化。有时异香满室，别风熟地，林木变白，禽兽哀鸣。11月，讲小心。三军官僚，其文人自别，精研真心，莫决数字。乃分享道月，香烟之处，事所归焉。时香烟直观做客。即摆呢，就是要来解说这个道理。这段就是说明六祖的千法甲入塔，思说其意，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来讲了前面的资料，就端坐至三经，端坐呢就是端心静坐的意思。至三经就是讲到甲三更时分，佛为文人曰：五行义。就忽然间呐，对伊的文人就是文下弟子啦，就对伊这众弟子讲啊，讲五行义。行义呢，就是讲要来去啊。从这段呢，就可以了解六祖慧能大师啦，确实对于生死已经有把握，因为伊的慈悲心切，所以啊，就到伊要离开世间以前，要个为弟子开示，搁在关心这众弟子。乃至呢，关心后来一切众生，这款呢啊，完全拢就是菩萨的心肠。伊将这个句讲了呢，就伫迄个所在来专心静坐，到甲三更迄个时阵。那在这个中间也无有病痛，也无任何的痛苦，任何的心理的散乱，才会当好点伫遐坐啊，坐到三更时分。坐到三更时分呢，知影伊的时间到了，所以呢，就对这个文人讲：呾，我要来去咯。安尼讲一声了呢，就离开世间啊。所以下面才讲。黯然千化，这个黯然千化，这读奄奄然千化，这个奄然千化意思就是讲忽然的意思。那忽然间呢，就千化了。这个千呢，就是迁移；这个化呢，就是变化。
迁移变化意思，就是讲，伊本来啊，在这个世间，也伊是利用这个身体，在世间伫咧度众生啊，度众生。但是现主神呢，已经啊，要来离开这个身躯啦，离开这个四大五蕴加和合的身躯，那就等于讲搬过厝共款啦。那都搁再啊，要另外去投胎，另外一个所在，另外呢去换一个身躯来，啊，这就是迁化意思。在释氏要难下面有一个宋讲篇，内底就来讲，讲释氏死为涅槃，原则归真归则灭度迁化顺势，这种共一款的意思啊，随便拢会使利用。释氏就是讲出家人。出家人离开世间呢，会使咧甲伊讲做涅槃，也会使甲伊讲做圆寂，也会使咧甲伊讲归真，或者是归寂，或者是灭度，或者是迁化，或者是顺势。咱现主神呢，也有搁再讲做西归。啊，西归就是讲转去上叫世界，或者是叫做死寂，死寂就是实现灭度，啊，就是实现涅槃的意思。这呢，拢总啊，就是说明讲离开世间啦。这位慧能大师，伊坐到三更迄个时阵，忽然间就对文人讲：“当我要来去咯。”你看，伊外有把握咧。若是咱一般的人对生死无把握的，根本呢就无法度遐尼正自在，无法度讲伊要离开世间。坦白甲你讲，当我要来去咯。咱若是讲对生死无把握咧，就是无可能。伊即马讲这个话了呢，就随时啊就离开世间。到这呢，就是咧说明啊，六祖慧能大师的迁化。下面讲有时异乡远逝，别方属地，林木变别，禽兽哀鸣。有时就是讲在迄个时阵，在迄个时阵啊，异乡远逝。这个异香就是讲特别的香味，有一种的真正特别的香味呢，就满室哦。这个满室呢，就是讲充满啊，规个室内啊，规个室内呢，拢非常的香，而且这个香味呢，佫唔是普通的香味，乃是一种的特别的香味。这个就是咧指六祖慧能大师离开世间的一种的随想，而且呢是别方属地啊，这个方呢就是轻的意思了。属地这个属就是连属啊，就是讲这个白轻啊，将这个地下也一直到这个面顶。就是讲规个这个坑啊，一个真正大的这个坑，不但呢是在迄个天的所在看到，这个地呢这个坑呢就照到迄个土骹的所在来，这个就讲做别方属地，这也是一种随想。结果呢，林木变别，林就是树拿啦，这个木就是树啊。就是讲树内树啊呢，所变白，在涅槃经文来讲，讲佛入涅槃的时阵呢，是寂然无声，在迄个时阵啊，就入涅槃，而
入涅盘了呢，树啊呢，随时啊就惨然变白，犹如白鹤。树啊本来是真青翠的咯，也变成白色，白甲参像迄个白鹤啊，白鹤就是白灵犀之类啦。白甲参像白鹤遮尔正白啊，那这呢就是表示佛的涅盘呐。那这是涅盘经所讲的，在这个所在呢，是六祖大师的涅盘，就是表示六祖慧能大师的涅盘呐。迄当时阵，一般的人呢，内心啊也是非常的唔甘，内心呢也非常的痛苦。下面讲禽兽哀鸣，这个禽兽呢，就是飞禽走兽。凡是会飞呢，名叫做讲禽；伫涂骹咧走的四骹呐，即名叫做讲兽。就是讲所有这个飞禽走兽之类啊，就哀鸣啊。这个哀呢，就是悲哀啊。这个鸣呢，就是踮遐哭的意思。就是讲这个禽兽对悲哀，就会踮遐哭。安尼叫做禽兽哀鸣，这啊拢是咧悲伤六祖慧能大师的离开世间。下边讲11月讲孝心，三军官僚，既文人自别，精研真心，莫决数字。这个11月。就是讲，在迄年的11月，那六祖慧能大师呢，伊要离开世间啦，乃是在8月初3。那这个8月初3呢，到甲迄年的11月时阵，在广州，在韶州。在新州的三军官僚，那这个广州、韶州、新州这地址啊，到底是在什么所在呢？这个广州、甲韶州、甲新州，这个新州呢，这是六祖慧能大师伊入涅盘的所在，就是在国营市。韶州呢，这是伊故居啦。那在这个韶州，搁在较晚东北边一出来迄个所在，就是属于广州。那搁在去里呢，就是属于韶州。韶州呢，就是伫左溪迄个所在，那迄是较悬的所在。韶州过去就是左溪山，左溪山过去呢就是大武岭。六祖慧能大师呢，伊是从新州迄个所在，直行去行到红梅。那这个红梅迄个所在呢，已经是属于扬子江的流域。所以在红梅得法了，要离开呢，古祖啊。就送到迄个九江的所在来。那伊即马伫迄个红梅，再搁向南，直直倒转来，到迄个大武岭迄个所在。那到到这个大武岭迄个所在呢，就迄个慧明啊，来要甲伊抢衣钵结果呢就互伊倒去了。然后呢就行来韶州，行来广州，结果呢就在韶州的迄个宝林寺啊，左溪山宝林寺迄个所在伫遐呢，伫咧弘扬佛法。那这个广州就是有法性寺伫迄个所在，因为六祖慧能大师去过这个法性寺。所以在法性寺广州的遐个官僚，就是讲遐个做官呀，
就想要将六祖慧能大师伊的真身呢，该请去发现时，要将伊的肉身啊，要该请去发现时。也即个小周或者官僚呢，是要将六祖慧能大师的肉身，该请去宝林寺，因为小周就是祖溪山宝林寺啦。即个新州的这官僚呢，是要将六祖慧能大师伊的真身啊，就该安在迄个国营寺的所在，因为皇帝啊，托在新州的所在，该建一个国营寺。那这三方面的人呢，拢有伫咧争啦，这是莫怪。因有伫咧争夺，就是表示因对六祖慧能大师的敬仰。在这个所在讲龚绍兴三军官僚，就是讲这三军的这官僚，基文人自别。基文人就是讲以及甲呢，伊的门下的弟子。这个自别呢，若是在其他的本呢是写正属，这个主呢就是指出家人，因为出家人所成的义呢，叫做主义。那这个主义呢，乃是一种的带着迄个知识，搁再有浅恶色的。换一句话讲呢，就是一种的朴色的，毋是正恶色。这是出家人穿的。应该呢叫做坏色衣，这个坏色衣的意思呢，就是将这个坏色将这个色将这个正色给破坏掉，名叫做坏色衣。所以主衣呢，就是讲表示出家人。这个白名叫做白衣，白衣呢就是讲在家居士穿的迄个衫是白，而且是正白。拢无染过这种这个白色，这个就叫做白啦。那这个主白呢，就是正式的意思，就是讲伊门下弟子，当然也有出家弟子啦，也有在家弟子啦。因为六祖慧能大师在这个广州，也是有缘。在小州也有缘，在新州也有缘，三个所在拢有伊的发源伫遐。所以迄三个所在会做官官僚，以及甲在迄三个所在或者会出家弟子，以及甲在家信徒大家呢拢要将伊的肉身要甲伊放在家己自己的所在。莫决数字，那迄当时阵呢，所无法度解决伊的处所，就是讲到底是要甲伊放在什么所在呢？所无法度一个解决。那无法度一个解决啦，最后想出一个办法来，无法度咯，想出办法。想啥办法呢？讲乃分享道月，香烟之处，事所归言。迄当中因呢就想一个办法，希望六祖慧能大师呢自己来做决定。虽然伊离开世间啦，那是搁回来做决定。那决定呢，就是分享道月。这个分享呢，就是讲该烧香、该拜，也就该祷告。就安尼讲啦，讲香烟之处事所归言。就是讲，迄个香烟呢，若是指对什么所在，安尼呢，就是六祖要转去的所在，也就是六祖呢要将伊的真身要放去迄个所在，那就是讲烧香呢，大家来甲伊祷告来甲伊拜来甲伊祈祷祖师你到底是要爱放在什么所在呢？希望你做一个指点。变啦，伊指点呢，就是讲你这个香烟飞对什么所在去，指的方向是在什么所在，
那就安尼啊，就甲你藏去什么所在，这就是遮所讲的意思啊。因为迄当阵六祖慧能大师已经离开世间，当时呢，在要离开世间以前啊，并无有讲交代讲到底啊，伊是要藏在什么所在。所以做一个祖师，受众人的敬仰，那这是伊的修行所得啦，是非常了不起的所在。但因为伊的门下弟子太济啦，所以会变成这个问题来呀。这也算讲是一个困扰。以像咱现在是有一寡这的高僧大德，伊即嘛离开世间了，就有诶灵骨啦，或者是小舍利啦。那一个法师呢，也是过来道场。那过来道场，当然什么人嘛，想讲要自伊诶灵骨啦，或者是舍利，甲伊防晒起来，来对友好。假如讲有几落个道场的弟子，伊也讲我要爱，伊也讲我要爱，安尼嘛是真麻烦。所以在这个时阵啊，有当时阵就会发生去争论。不过，若是发生争论的时阵，参像六祖慧能大师这款的解决的方法啊，也是这种方法。就是讲你该烧香，也希望伊做一个指示，看这个香烟到底是吹对什么所在。香烟是透对迄个所在去啊，那就是表示讲要去迄个所在。不过，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必须在真正静，就是讲无在透风的时阵，无咧透大风的时阵，你烧的迄个香烟才会准啊。假如讲本来就是透大风，也是透南风，当然啦，这个香烟呢是会吹对南边去。无可能讲是吹对北边，也无可能讲吹对西边、东边。这就是在风平浪静，拢无有透风迄个时阵啦，来烧这个香，也迄个香呢，自然啦，伊会指一个方向出去，这呢才有准算。这也是一种的解决争端的办法。一边讲是香烟滴灌做客啦，讲在迄个时阵呢，这个香烟呐就滴灌做客。滴灌做客就是讲直接呢，拢将它透对做客迄个所在。那这个做客呢，就是小酒的迄个做客宝林寺啦。事实上，六祖慧能大师，伊是在做客宝林寺弘扬佛法的时间较久，在广州虽然有在法性寺，不过这个广州法性寺伊是伫迄个所在来完整来正式来作为一个出家人然后呢就到甲这个做客在宝林道场的所在弘扬佛法。那新州呢，这是到甲伊要离开世间偌久以前，才过来新开一个道场。这虽然是伊的故乡啦，但事实上伊佛法的缘较深呢，应该就是在做客。因此呢，那么迄当时阵伊的香烟就滴灌做客，也就是表示讲六祖慧能大师呢是要登于宝林寺。那既然六祖慧能大师伊的香烟只对做客迄个所在去，要登去宝林寺，当然啦，大家就依照香烟的这个指示就将六祖慧能大师的真心就决定安顿在迄个宝林寺的所在。所以六祖慧能大师伊的真心就是在这个宝林寺。咱即嘛讲到这个所在呢，就是咧说明六祖慧能大师的迁化，以及迁化了伊的随想，以及呢到甲以后有3个所在
要来争夺伊的真心啊。结果由六祖慧能大师本身的香烟的指示啊，就决定在宝林寺。所以，请听众，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或者个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